肝臟係人體最核心嘅代謝與解毒器官，唔單止負責分解毒素、調節能量，亦主導脂肪同膽固醇嘅代謝平衡。當肝臟長期處於高負荷狀態，例如捱夜、加班、應酬同埋飲食唔定時等，佢嘅代謝效率就會降低，引致體內廢物及毒素逐漸累積，引發一系列身心層面嘅持續疲勞、反胃、失眠同情緒起伏，甚至可能影響整體代謝健康。肝臟具有強大嘅修復能力，但如果持續受損，修復機制會逐漸下降，長遠可能會削弱身體嘅自我恢復力，影響整體健康平衡。所以選擇合適嘅日常護肝方案尤其重要。Belsante Lift Pro Powder 健肝補粉專為現代生活模式而設，產品製造獲 GMP 認證，品質與安全有保障。配合多重草本複方與現代生物科技，由內而外支援肝臟健康，唔只着眼於日常調理，更注重深層修復。其中珍貴嘅牛樟脂成分有助維護肝臟功能、修復肝細胞，並輔助預防肝臟疾病，同時有助保持血壓、血糖同血脂平穩，助力心血管健康。為強化護肝效果，產品特別搭配牛磺酸，能夠保護肝細胞，協助解毒同消除疲勞，改善肝臟脂肪代謝，從而幫助提升免疫力。同時加入西伯利亞人參，有助保護肝臟，降低血膽固醇，增加血管彈性同促進血液循環。此外，配方中嘅紅景天萃取物幫助改善受損嘅肝細胞，兼有抗疲勞、抗缺氧作用，對提升注意力同記憶力亦有幫助。我哋亦加入咗葡萄糖酸鋅，佢唔單止能促進受損肝細胞同傷口愈合，亦可舒緩因缺鋅引起嘅營養不良及厭食問題。配方仲蘊含人體必需嘅賴氨酸同精氨酸，呢兩種氨基酸有助增強免疫力，改善免疫系統功能，並幫助降低血液中嘅壞膽固醇水平，為受酒精壓力或代謝負擔影響嘅肝組織提供修復原料，進而促進肝臟自我修復。再配合甘草酸，可增強肝臟嘅解毒能力，令整體排毒過程更順暢，減輕各種致病因子對肝臟嘅損害。此外，產品中添加嘅蘋果酸可以促進胺代謝，降低血胺濃度，從而保護肝臟，協助改善肝功能。服用健肝補粉後，初期有助舒緩疲勞，持續補充可支持肝臟日常功能與排毒。其複方成分通過協同作用，全面呵護肝臟，加埋獨立包裝，方便攜帶。每日1至2包，於餐前以約50毫升溫水攪拌即可飲用。無論喺辦公室或者外出都輕鬆方便。肝臟健康係一場無聲嘅防衛戰，需要持久而穩固嘅支持。由穩定代謝開始，為身體重拾節奏與效率。Belsante Lift Pro Powder 健肝補粉，與你同步打好健康基礎，陪你應付高壓生活，保持清醒狀態，穩步前行。